好久没有到这里来约会了哦。对呀，要浪漫一下。我们这每次啊，只要这个边撩一喊跑来啊，我们每次不是这种到静态的活动啊，我们很少到户外去做一点比较动态的运动之类的了。莫呀，如果下次想到郊外走走的话，我们可以去爬山顶马走的啦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不是我在傻批哦。在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光是爬山啊，我可以一连就爬2、3个山头，我都不会累。但是现在啊，我们这住在都市，工作繁忙，体力太差，光是一天那个爬山啊，哦，我就累了。所以啊，偶尔我们也可以从刺激的活动，这样会好后上，好没甜啊。哎，不过这听你这么一说啊，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哦。不过，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比较刺激的运动，依照我们的年纪和体力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啊？比方说啊，如果要轻松休闲一点活动的话，我们可以到法莲泛舟啊。哎呦，很走得走，垦丁潜水呢。哎呦，你越说越远呐！哎，我们工作已经累得要命，你会想点在台北可以做的事情啊？还有上一年俺更麻烦哦。等一下，我就带你到一个地方去。喂，等一下。你的意思说现在就要走啊？你又会带奶奶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怕什么麻烦呢？跟我走就是了，走走。哎，哇，哎，这个什么马该啊？哎，这会不会太大了啊？哎呦，你真是孤陋寡闻嘞！这就是攀岩场啊。哦，攀爬。哎呦，这个欧美现在正在流行嘛，我知道。对呀，其实哈，攀爬到爬山都差不多。你小时候不是常爬山吗？对呀。所以呢，攀爬你也不成问题喽。好啊，哎，要寻求秋季的，也要注重安全嘛。好啊，那我们赶快去问问人家怎么玩喽。对，而且我们可以顺便教大家怎么说攀岩。哎，教大家来。攀岩很简单，叫做攀爬，也可以叫攀爬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啊，欧一公哈嘎发，你就可以培养又正当又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啦。动流行哦，走吧。不用了，爬山，点发链，你一下落去，你又带我起来，攀爬。